好，各位同學，有同學咧已經好快手喎，咁咧做咗16、17頁嘅筆記啦。咁咧亦都問我嗰個嘅答案。咁如果有需要睇翻第16頁嘅答案咧，CC boy boy dot CC boy boy dot，OK。咁咧有同學可能問老師係咪真係即係每次都要數晒 oxidation number 咁先至可以完整睇到一個 redox reaction 啊？最準確係最準確，OK 得唔得？不過有時咧有少少嘅 shortcut 咧都可以介紹俾同學喺思想上思想上啫，可以快少少嘅。我舉個例子啊，例如你睇呢一條當中咧，第2002年呢一條 ，OK， 例如呢一條咁先算啦 ，OK。咁你睇下個 B 嘅答案啦 ，B 同埋其他嗰3個 choice 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就係你會發覺佢其中有一隻係 elements 嚟嘅。elements 有咩特別啊？elements 個 oxidation number 我哋知道一定係0㗎嘛，係咪先？但係當你睇到，你睇下去到右邊，佢變咗一座 fate element 啊嘛，不是 element 嚟啊嘛，所以 O_N 一定唔再等於0㗎，係咪先？所以我想講咩咧？就話倘若個 reaction 裡面其中一邊係有一隻 element 出現咧，咁好大機會嗰個 reaction 咧係一個 redox 嚟嘅。點解？因為個 oxidation number 好可能係有一個不是0嘅數值去到0嗰度。OK， 舉多個例，例如你睇呢度，2006年呢一條 choice 第3個 choice。OK， 同學你留意下呢一粒 Ki，OK， 個 I 嘅 oxidation number 咧係等於-1，係咪？但係當去到呢一邊嘅時候，個 I 嘅 oxidation number 一定係0㗎嘛，係咪啊？因為佢 element 啫嘛，咁所以由-1去到0嘅時候，咁即係一個上升咗嘅 oxidation number。咁換句説話而言咧，呢個就必然係一個 redox 啦。OK， 咁所以睇翻咧呢一版嘅答案係 CC boy boy dot。好，我哋去下一版啦。下一版睇下呢一度 ，OK。好啦，我哋繼續睇17頁呢一版啦 ，OK。個答案咧就係 CAA dot boy boy A，CAA dot boy boy，CAA dot boy boy A， 係真係唔好意思 ，CAA dot boy boy A，OK。咁咧呢版其實都冇乜特別㗎啦，只要計算翻咧佢哋嘅 oxidation number 改變咧就可以出答案。不過有一個位幾得意嘅，我想提一提嘅就係2004年呢一條。2004年呢一條點樣提法呢？嗱，個問題就係話啦，當我哋睇到一樣嘢嘅邊一樣嘢可以作為一隻 reducing agent， 特別留意啦，我想提嘅就係呢一個 fluorine。點解呢？因為同學你記住 fluorine 呢係全個 periodic table 最 reactive 嗰隻嘢。OK， 佢 react 嘅時候佢係靠吸電子㗎嘛。吸電子係一隻 O_A 嘅表現，所以你記住 fluorine，OK， 佢只會有兩個可能性嘅，即係 oxidation number， 一係0，一係-1。咁所以咧，記住佢呢一隻 F2 咧必然會作為一隻嘅 O_A 嘅，冇 R_A 嘅情況出現嘅，得唔得？但是當我哋睇到嘅 ammonia 同埋 hydrogen 咧，佢哋有可能會做一隻 R_A 嘅喎。嗱，如果你有印象嘅時候咧，記唔記得我哋學 metal 嗰課？例如我揾啲 gas 去到同一隻 metal oxide，例如 copper 2 oxide 去 react 嘅時候咧，我有幾個選擇㗎嘛 ？OK， 如果我要去 reduce 佢嘅時候，我可以加 carbon， 我可以加 carbon monoxide， 我可以加 hydrogen， 但係同時間我可以加 ammonia 嘅。OK， 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是者呢兩個。例如 copper 2 oxide 加 hydrogen 咧，就係出 H2O，OK， 如果用 ammonia 咧，就係出 N2。咁各位同學可以數下啦。當如果呢個 reaction 做完之後，係唔係嗰個 oxidation number？例如我用 H2 去做 H hydrogen 個 oxidation number 就會由0變成1上升咗喎，咪就 RA 咯。如果我用 ammonia 去做嘅時候，個 N 嘅 oxidation number 就由-3去到0，咁又係上升咗嘅。咁所以咧 hydrogen 同埋 ammonia 咧喺呢一個譬如話個 reduction of metal oxide 之下咧，佢就會作為一隻 RA 嘅，就係咁樣啦。